咱两名处长、总长、各位前线代表，大家下午好。讲师下午好。首先感谢着天本事业、周水红族、师尊、师表两位老大人的内底，咱何老先人的五代医生、医术大师的护庇，咱的前人叶老师会甲咱扶持，以及咱各位前线的鼓励，那互我靠这个学习的机会。咱各位前线，咱来看这个父母啦吼，咱今日共同分享的这个作歌啊，叫做《思念随体》。伊的寄条，这就是依照咱这个老师的一个缘分，伊寄条离小白的海花，我真是因为这歌词这底下咱我真是咱做伙时间读一下用台语读啦来，开始哦。为着三者重任未完成，历尽风霜也是无完情。苦海之中驾着大法船，好汉有缘快快登，有着家己好光景，千方百计费心神。望多了解师的心情，受到难免遇到不顺的逆境，坚定的意志永远不变，需要日夜期待着，多日早日回天庭。感谢各位前线。那当然嘞，伫咱老师伊的寄条即内底啦就甲咱讲着，伊即届所担任的即个大责任也就是三者的重点。那当然，咱拄则咱的树林评论非常的注意。一个开始甲咱分享伊的讲题的时阵就有甲咱讲着，咱不等的3000万。各位前，咱再来复习一下第一就是不离不等，那第二就是不离经典，第三嘞不离神地性。那当然咱认得咱慈悲啦如果咱若常常来接受个不等的话，那当然嘞咱就会有这个心机，因为咱拢知影不等，这是天人共伴一个最殊胜、家家有章，一个互咱发心神仙发心赞啦搁再来咧经典咧，会当增加咱的经验。然后别讲一句经读百遍，其义自现。即个咧，这不只是囡仔囡仔伊伫遐定定读像咱这个儿童读书会的小朋友，伊的经典去读，读到尾咧，伊拄着一寡伊需要去判断的时阵伊自然咧这经句会甲产生伫脑海中。或是今天看到一篇伊是种国教的影片，伊咧访问着遮读经的小朋友，伊讲你读遮的经典读遮的弟子规，你感觉对你敢有影响？结果这个小朋友应该是差不多小的年龄啦结果这记者访问伊讲其实伊爸爸妈妈无啥时间陪伊，所以伊去儿童读经班有读着弟子规。然后伊爸爸妈妈嘛提钱互伊领养，当然伫咧领养的时阵咱拢知影，即马囡仔若行到门口，拢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要甲救入去。结果伊的脑海中对浮现6个字：斗闹场。小叫啥物？切勿解。对，伊的脑海中就浮出即6字，伊伫咧地书规内底有读到，只要是这场所是非的，是无好的，就毋通去接近。伊有可能因为你的接近会发生着一寡无好、一寡负面的行为出来。所以讲伫遮咧，经典对咱来讲尤其伫咱修行当中，着咱像一拍的冰冰共款，最重要的搁再来咧，咱的第3000万就是爱有善知识，因为有善知识。甲咱做一个共同扶持，共同学习了后咧，咱会为咱内心发力充满，然后会产生这个原力咱真来了解讲为什么老师所讲的3者重任。
所谓三泽是代表啥物咧？第一就是天泽，那当然咧，伊天泽咧就是上道去天大仙，去天仙如果若无得到天道咧，嘛无法度脱离轮回之苦。咱各位前贤伫咱日常生活当中，咱常听到，咱人在世间，当然咧，到有一天咱即个体体歹去，那歹去当然咱有条路啊。如果在世做善，当然是善业；啊，如果在世所做恶，当然是恶业。所以讲善业为实，那恶业咧，只好就是落地狱受着遮个审判。那则就人讲哦，虽然做去天说伊个在世有修功德，啊有这善因缘善业，所以会当达到去天神这轮回倒位。但是咧，伊无法度离开着这轮回之苦。那伊必须要有够这功德，才有法度去找着伊前世人有缘的人，担任着因报吼，才会法度得着天道，回转着李天。像咱新元山吼，咱大体讲啊吼，土地公，吼咱各位亲戚个拢知影嘛。因为伊伫个上辈子嘛做出一个道的功德，啊，所以即世人咧，拄好甲咱的李田禅师啊有这因缘，啊，咱李田禅师伊嘛借即个好做伊的因报吼，啊，他来度着即个土地公来回归着伊的李天。那接下咧，就是第二点临泽。那所谓临泽咧，就是咱人间吼，人间中才善人信女。因为咧，咱人间中才有善人信女，只要因缘义有助的话，就法度得着天道。咱有三大因缘哦，意思安怎？祖上有德，就是讲咱得到即个功德，毋是讲咱即世人，就简单来得到这道，毋是安尼哦。迄着为咱累世，为着咱的祖上一代一代所遗注遮个德，啊咱后代吼接受着咱祖先这恩德，较有法度来得到。啊，第二点咧，爱品行端正。首先咱各位前田吼，咱伫点道的时阵啊。伫咱的求道人还袂来求道时阵，一定咱的因报利师爱先来跪拜店家先发愿嘛。啊，伫个发愿当中呢，就讲着一句，爱保证求道人心家清白，品行端正。所以遮就有写着，一定爱求道的人爱具备着品行端正，这个上基本的福缘。啊，落来第三点就是累世优秀就是有根基。当然，伫生活当中啊，并毋是讲即世人较修的哦，是累世以来，咱就具备着这善因的，那嘛具备着祖德福缘根基，咱才有法度伫即世人出世做人，然后因的成熟来得受着这宝贵的大道。啊，第三个叫做地泽。地泽咧，就是下道地府幽冥鬼魂。那因为咧，师傅着真经过分安甲咱讲哦，伊讲亡灵欲求真天道，千般苦楚万般难。所以讲咧，鬼魂咧，伊要得到非常的困难，必须要着安怎咧？在世的阳世子孙有得到天道，啊，阁有认真修办，啊，对修办做有倾心竭力的。较有法度来超越所以讲遮就是咱即讲师尊所来讲的三泽。那接下咧，则就讲着历尽风霜，也是无怨情，苦海之中驾着大法船，呼唤有缘快快登。那好汉咧，咱最近伫个网络都有播的一个故事啊，伊个故事内容就是讲有一对迄个。非常的大和尚，伊是师父，啊小和尚对这段伊的迄个师父咧修行。那结果迄是一个真正寒的天气，啊这个小和尚啊，伊就出去托钵啊，结果啊遐附近的人对伊来讲，也袂去可怜伊，啊嘛无互伊物件，反正对伊就是嗤之以鼻迄种感觉。这小和尚感觉非常的颓废，伊嘛感觉足负面的。啊，伊迄一人对了啊，伊就甲伊师父坐伫个上房了，就安甲伊师父抱怨啦。伊讲，伊感觉世间的人拢毋知影通个修行啦。啊，咱去遐托
嘛是要正面福电，但是一般的世俗的人吼，咱就对伊去甲萝卜即种情形，袂互伊真好的回应。所以讲，这个小徒弟啊，伊就感觉非常的抱怨嘛。啊，这时阵呢，伊的师傅就甲即个小徒弟啊讲吼，已经暗啊，啊外口的风搁遮尔啊冷，搁冰雪遮尔啊寒，啊无咱较早来困的。结果这个小徒弟就讲好啊，啊无咱来困。啊，当伊即马倒伫咧眠床眠照会教的时阵，一段时间了，即马这个师傅吼就甲即个小徒弟讲，啊你教即段时间了，你感觉皮有反烧无？即个小徒弟就讲有啊，开始反烧起来，感觉足温暖，咱去拍着日头遐温暖。所以即时阵当下咧，即个师傅是咧照伊甲引导，伊讲安尼师傅甲你问，是真正面照皮原本烧？啊是咱来教较烧，啊这个小和尚就甲伊师傅讲，啊面照皮囥伫眠床顶本来就袂烧嘛，迄是因为咱人倒伫眠床啊，甲皮教伫身躯，咱若有体温嘛，咱的体温产生出来了，啊即种面照皮甲这个温度抗掉的，所以咱人较会感觉烧。啊当下咧，这个大和尚啊，就爱甲开始讲众生咧，就咱像即种面照皮共款咯。你要互伊感觉对你的温暖，你必须要家己先温暖来对待其他的兄弟姊妹。那当然，咱即伫修行当中也是共款咯。这所谓历尽风霜啦，不管是咱的挫折、咱的困顿、咱的一切所拄着的逆境啊，其实以着咱济公老师来讲，伊对遮无完全所抱着是啥？一点的慈悲，一点的辛苦吼。啊，伊主要就是要伫这苦海当中啊，来救度咱遮所有有缘，遮的九六莲婆子吼。啊，遮就有讲着，无着家己好光景吼，千方百计费心事，盲度了解师的心情。那当然咧，咱的济公老师啊吼，有一条歌词内底讲，最了解。上了解咱即个内容伫一位白羊神，就是咱的济公老师。啊，咱济公老师咧，伊即期担着即个三者的重任咧，伊嘛有安尼讲咧，伊讲尽开天地教境啊，啊，搁有咱办过三者普渡咧。所以讲伫即届的三者大师咧，咱师尊就曾经安尼伫即个班的时阵，就安尼甲咱问啦吼，三者大师。山朝大事谁会办？吼，因为这拄仔咱有讲过，师尊讲这前1章到日，开天辟地以来毋捌办过。啊，即期咧，咱的济公老师担着即个道盘的工作，所以咧，伊就甲咱讲，袂晓嘛是爱办。伊遮办是着9种的原因，为着所有的兄弟姊妹脱离着这生死轮回之苦。啊，搁接下咧，济公老师就甲咱问。三者大师谁来办？那当然咧，真就是由着咱，甲着咱的济公老师吼，师道用办。因为咱老师伊即个身躯吼，伊的功德已经升至天上，啊，所以伊就配无。那有靠的靠着，但是咱在世遮的道理呢，会当照着咱的有形去度化，啊，咱的师尊咧，甲咱搭帮总的吼。那接下咱。济公老师就安尼讲啦吼，普度众生的代志是老师的责任。你看咱老师偌慈悲，伊家这个责任永远是放伫心上。啊，其实老师的责任咧，嘛是咱遮道理的责任哦。所以讲老师就安讲鼓励，讲叮咛嘛吼。伊讲老师绝对毋是讲家己去找烦恼。所以讲有当时咱伫咧度人啊，是咧成传时阵，一定会拄着一寡挫折，吼。爱着甲咱鼓励吼，你看咱济公老师来鼓励吼，讲毋通想讲我去度人、去成全人是一种家己去找烦恼的代志。咱爱转一个念，咱伫咧度化、伫咧成全时阵，其实若咱度化外面的兄弟姐妹，其实咧是咧度化咱自己。那所以讲咧，伫遮度化当中，不只是帮助着外面的兄弟姐妹，其实咱第一个受着啥物？家己吼先度化着自己。啊，师尊嘛甲讲哦，只要即个道场佫会当度众生，咱就应该袂使轻言放弃。咱会当伫因着祖师
即台大法船顶面斗3工1点仔忙。比如讲，咱就打扫环境、煮饭、排班、拭佛灯，这拢是无偿的应邀。所以讲啊，师尊第一甲咱叮咛，咱莫去看，莫去听遐是非，只要有人的所在，一定有是非。因为咧，咱拢知影，即个人间是风尘，毋是净土。那所以其实嘛是借这风尘来修炼着咱的身心吼。咱来看下一段啦吼。所以讲，咱的师尊着甲咱讲，咱一定爱伫这三者重任即项代志，一定是爱师道共同来辅助同伴。嘛希望咱遮的道理会当去了解咱这个老师的心情。接下来，修道难免遇到不顺的逆境，坚定的意志永远不变吼。你看老师拢一而再再而三，安尼甲咱苦口婆心。咱的院长大人啊，伊嘛是有安尼甲咱做一个勉励啦吼。伊讲修道人伫袂得的当下，难免会拄着挫折、疑惑，得袂着大家认同。为虾米呢？有诶修办了久啊，心会愈来愈忝；有诶咧，甚至会起着要离开佛堂诶心。其实，这拢是咱遮诶兄弟姊妹无了解着自己对家己诶盲点。那今仔日盲点是对，因为咱常听着第63条经嘛，贪嗔痴，就是咱内心的污垢伤过高、伤过侪。那所以咱只来针对咱的盲点。如果咱来当讲像安尼逐工的大清扫吼，咱若不定要大清扫，一定甲咱的电火啦、火灶顶，拢甲顶的尘埃啦、油垢甲洗啊出清气的。咱若时时对着家己内心做一个反照，时时对家己下工话，咱当然咱去除着遮个污点，去除着遮个盲点。那或许解说到这里。咱记得请咱合成二人组吼来甲咱共同来唱一条道歌。
去开条，多一大一位。谢谢。咱即马咱两位道歌甲咱带动，一定拢会晓啊。而且这条歌嘛是算老歌，所以咱搁一届的机会，咱这届依照咱的心，来看到老师遮的资讯吼，一边看。